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在地你欢喜快乐。至悬的啊，我要学乐你的名。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犹原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师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过来到人来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伊要搁伫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交托启应文32篇。伫个圣诗的后壁面1057页，我来刻，恁来用。上主啊，我对深渊求叫你。听我的呼求。上主啊，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徛袂了？总是你会赦免人。人通敬畏你，我迫切听候上主。我仰望你的话，我心情听候主，比守望的人搁迫切听候天光。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只有伊为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罪恶。咱做伙压头来共心祈祷。亲爱的主，阮心希望你，阮感谢学乐你，你是慈悲甲恩典的君王，你用大权能
宇宙万物，堪得万民尊崇敬拜。请阮的天父啊，正今日组织伫遮共心来敬拜你，感谢你的大疼痛，借着耶稣的血替赎阮的罪，带阮谦卑来到你面前认罪祈祷，求你赦免阮的过失，帮助阮搁较意爱超找真理，克服你的话，遵守教示，明白你国度的奥妙。救赎阮的主啊，你是道路、真理、活命，因为你的救赎，互阮得到顶头生，互阮的生命得到永远的意义甲祝福。你对每一个人有你好的旨意。阮所领受一切恩惠甲才能，拢是你交代阮管理的，帮助阮成做你尽忠的管家，要互你的国降临，伫地人亲像伫天人。为着你的旨意得成，求你用信息、宽容扶持阮，使阮有气力赢过试炼，互阮顺全亲像你，通将一切荣耀归乎你。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消息报告：第一点本会消息，本会定伫个下主日10月初6，第2场的礼拜举行幸福小组副长彩排，并且受彩排的副长穿正式的服装参加。当天第2、3、4场的礼拜联合聚会。第2点，下周主日10月初6，为中会所定的双年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奉献甲代祷。第3点，有报名参加总备课程的兄弟，敬请准时参加。第4点，有订2024年每日研经释义的兄弟，请到办公室签名领取第4季的资本。第5点，请骑机车到主堂聚会的兄弟，停车的时莫踩中跳，甲即个锁车头，方便当天安排车位。第6点，本会定伫个10月13星期日举行2024年的中庸主日敬老活动。65岁以上的寿星，第2场礼拜了后参加即个寿宴，地点伫龙湖餐厅。请伫个下主日10月初6进前，伫个柜台报名，方便统计人数。70岁以上的寿星，本会会送一个红包来祝福。70岁是600块，80岁1000块，90岁2000块，100岁3000块。70岁以上的名单，伫迄周报的8到9页。若有漏掉的，请往办公室甲配分干事讲一下，伊来互伊有方便伊补足。第7点，下主日10月初6下午3点半，伫迄3楼的会议室要召开10月份的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所长甲同工列席。具体消息。欢迎有意愿服侍主日礼拜要接即个长辈兄弟，请请即个郭丰凯执事也是办公室。第2，合作社的社员，即个消费性低利率贷款15万，利息是3.6%。社员在职军公教的军公教警贷款30万。利息是3.6%，伫迄11月30进前查止。助学贷款的专利的利息是0。对今仔开始到学会每一学期助学贷款额度额满，就要停止来受理申请。
欢迎读伫个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学校的社员，然有意愿贷款的，请往合作社洽询办理。告解消息，咱请洪牧师。两位兄弟大平安。平安。咱职场合一的侍奉中心伫10月初5上午9点到下晡5点有举办宣教甲双职的侍奉论坛吼，这是免费欢迎咱兄弟去参与。第二项就是以斯拉侍奉中心伫10月21到23举办第9届台东复兴祈祷盛会主题是德性有春的信仰咱陈牧师、主任牧师是江源吉这聚会我参加过几6届，伊遐敬食祈祷，伊遐安静家己所以是真好嘛会当去台东这个所在呢，好山好水好遥远，无过坐火车怎嘛袂遥远近近安尔这是真好灵修的活动毋望咱兄弟拢踊跃报名，我即届嘛有报名啦。前一届我有休困即届我阁报名，我因连续几6届拢有报名，鼓励咱大家参加。第三就是咱精神团契，就是咧做家较关心的即个精神团契，伫10月27下晡5点半到暗时8点半，以连上饭店举办迄个募款餐会咱餐券每一张是1000块这是对受因人的关心传福音是真有帮助啦毋望咱众兄弟你若时间会使，经济会使一张1000块，咱会当踊跃来报名多谢。这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个旧约撒母耳记20章14至26节。撒母耳记20章14至26节，我来读，恁来听。伊骗行以色列遮的支派，直到兵马家的阿比拉甲比利人，因也组织来对伊，引到兵马家的阿比拉，围困伊，就伫城外起土堆，起伫外城的对面。约押甲对伊的敬拜者弄城，要互伊倒。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人对城人叫讲：“听啊听啊，求恁甲约押讲，请你来遮，我要甲你讲话。”伊就行我来。妇人人讲：“你是约押，也毋是。”伊应讲：“我是啦。”妇人人讲：“求你听女婢的话。”应讲：“我伫听。”妇人人讲：“古早人常常讲，着伫阿比拉请问，代志才会解决。阮伫以色列中是和平中和的。你想要灭以色列中的一个府城，你啥事爱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啊？”约押应讲：“我决断毋爱吞，决断毋爱灭。代志毋是安尼，不过是因为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比基利的囝名叫示巴，有起手攻击王，就是大伯。若将伊一人交出，我就离开即个城。”妇人人甲约押讲：“你看，伊的头壳要对城顶ฮ็互你。”妇人人就照伊的智慧劝证人，因就斩比基利的囝示巴的头壳，ฮ็互约押，伊就分扫角，证人就离开城四散，逐人倒去伊的布边。约押倒去耶路撒冷，到王遐。约押做以色列的总军长。亚和亚大的囝比拿雅管辖基利提人，甲比利提人。阿德兰管理做王的工的。阿希律的囝约沙法做司官。示法做秘书，
萨多甲阿比亚他做祭司，爱里人以勒做代笔的领袖。以上愿上帝的话祝福咱大家。赞美，请相连圣歌队。补充报告：故林木川弟兄伫迄9月19安息主怀，定伫个10月初5星期六上午11点，要伫迄南泉教会举行告别礼拜，请相助会的会员交会费。
讲到智慧解决危险，智慧解决危险，咱请红牧师。各位兄弟大平安。咱人生中间敢捌拄着几项的危险？这危险国语叫危机啦，危机。你伫天气变化的时阵，你有感冒的危险无？有啊。有人安尼无说你安尼天气变化家庭顺者哇惨啊，感冒啊吼。你在路上你开车的时阵，你有感觉到有危险无？有啊。连你行路嘛会感觉到危险的所在，敢毋是？就我甲阮送安讲，以后你也会晓骑倒摆、骑脚车，你若看到大车、拖拉库、计程游览车，看到大车的时阵你离港诶。为啥？伊有视觉，你看袂到未来，伊看袂到你的危险，你嘛会拄着。你事业中间拄着疫情中间带来互你威胁，有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无咧消费，但拢锁伫厝内，哇，无人摕伊甲你交关，你的经济收入会减少，你有危险哇惨啊！哇，即马疫情来了，我整个经济差足济。这嘛是对你经济威胁啊，敢毋是？两兄姐，咱伫每一个人生每一个面上，拢拄着无共程度危险，敢毋是？总是你拄着危险的时阵，敢袂讲戆拄拄安尼徛伫遐等危险来吗？你总是来想危险要到进前，我要安怎甲我的危险来化解，互你的危险会当无成做你的威胁，这就是智慧。你要做选择，你要将这个危险看作判断，来化解这个危险。另外，在伫咱的信仰中间，上帝嘛甲咱讲，咱要有智慧，来做上正确的判断，互咱的问题因为智慧的决定来得到帮助。阿门。咱今日读的经文虽然是较济不过咱看到今日经文中间的主角大卫，伊拄着危险，拄着人对伊的王权的危险，有人要占领伊的王权。你讲大卫会惊什么人？押沙龙想要篡位，做因老爸迄位的王位，伊有危机的危险吗？因囝反倒当要甲追杀啊！这嘛是危险。就是咱看到大卫危机的，咱来看今日是20章中间，咱来往头前17章来看，你较会当了解大卫伊拄着伊这种中间危险是啥物的时阵，你就讲大卫有智慧无？你会知影大卫有智慧，但袂使讲伤济。你讲伤济讲牧师我知影。了讲，咱看大卫，伊面对伊的囝押沙龙的叛变、背叛，伊已经用种种心力，伊的囝押沙龙将伊受杀死，伊的迄个王位的危机的危险已经解除。迄当时大卫王伊准备转到伊的王宫，所以咱知影，伫大卫王对逃难到转到耶路撒冷的过程中间，有记载啥物？记载伊咧逃难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地价一个老大人叫巴沙莱的事件，为什么？你若看《撒母耳记》下段第17章，你讲到，当大卫王咧逃亡的时阵，迄阵巴沙莱伊捌送一寡食物予大卫王，来支持伊，来显露出伊对大卫王的支持甲友好。
当大鼻王伊解决着伊的囝押沙龙会追杀这危机的时阵，伊要重新转到耶路撒冷时，这巴撒莱嘛带着军队伊的人，对着大鼻王要攀过约旦河。那大鼻王嘛是一个诚固情的人，伊甲巴撒莱讲：巴撒莱，前我咧落难，前我咧落水的时阵，前我咧互追杀的时阵，你无带其他人安尼落井下石，你反倒转遮的物件来供应我，来支持我。当我的危机应该度啊，我要重新转到耶路撒冷来执政我的王权的时，来巴撒莱，你对我转来皇宫，我会荣华富贵，甲你好啊款待。无过巴撒莱讲，王啊，我已经80岁啊，你话这？迄当时80岁已经真岁数真好、真悬啊啦，真好、真长岁数啊啦。伊甲大鼻王讲，我已经岁数已经年老啊啦，80岁啊。意思讲，我这日子无久啊啦。现在吼，你互我转到约旦河迄时阵，转去我的故乡，好啊享受我的年日，安尼就好啊，我就真感谢你啊。伊佫甲王讲：王啊，我既然袂当转去到耶路撒冷城的王宫来享受你予我荣华富贵以外，我会当甲你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叫金罕。有圣经学者讲，金罕是一个伊的囝，传说讲伊的囝。伊讲我推荐一个人金罕这罗卜来对你好无？大鼻王讲好啊，你推荐的一定是毋是歹人啊，你推荐的一定是甲你同款忠心伫我、爱护我的人啊。好，但安尼金罕对伊行过约旦河。问题来啊！当伊要过约旦河的时阵，犹太人甲以色列人，伊拢要显示对大鼻王的支持，要显示伊甲大鼻王迄关系真好。你知影吼？当人若咧请赢的时阵，当人若有势有力的时阵，人要活你啊，对不对？电脑边讲啊，当我人生行到一个坎站，无遐顺遂，无遐好的时，人拢袂对你。所以当大鼻王伊要过约旦河的时阵，以色列人犹太人，伊拢要烧济讲，王啊，你要过约旦河，来，我带你行，来显示伊甲王的好的关系啊。就是咱看。犹大国的众人无甲以色列人好参详，无沟通啦。结果因比以色列人较早一步，将大鼻王来帮助伊渡过约旦河。哇！这代志不得了啊！这以色列人讲功劳互伊抢去啊！你哪会早一步来护送迄个大鼻王过约旦河咧？就安尼。犹太人，甲以色列人，这两个民族、这两个国家的百姓，从此开始紧张起来啊，开始有争议起来啊。伫这时阵有一个便雅悯人示巴，圣经讲形容讲伊是一个匪类啊，匪类啥物？罗马啦，这个示巴是罗马啊，伊看到这两个民族。伊为着大鼻王三这的时阵伊就分扫降。伊台语讲西人啊吼。伊讲伊就甲以色列人讲，大鼻王甲咱无啥物关系啦。伊大鼻王是犹大族的人啦。好啊，莫插伊啦，咱家己包款，咱当伊家己的厝啦。这个示巴伊要
趁机会来使人。从此以后，犹太人甲以色列人因此来分裂起来。分裂了，大卫王伊转去到伊的皇宫耶路撒冷城，成了，代志敢解决啦？无啦。当伊转的时阵，伊发现，当伊要迄当时，互押沙龙咧追杀的时阵，伊留10个嫔妃伫皇宫顾厝啦。当大卫王伊赢了，伊要结束伊的逃亡的生涯，转到伊家己皇宫的时阵，伊转来时发现，哇！我当初留10个嫔妃伫厝咧顾厝，迄10个拢甲押沙龙发生关系啊！哇！那照迄当时的摩西律法，这10个嫔妃呢，已经犯奸淫啦。那用中国话讲不守妇道啦，吼，了解。那照当时来看，这大卫王会当教这10个嫔妃安怎处死啊？就是伊无安尼做，伊甲这10个嫔妃呢，从此拍入冷宫啊！大卫王从此无甲这10个嫔妃来发生过关系，无甲因磕啊。总是大卫王伊嘛真仁慈。我恁这10个我要甲伊磕，总是呢，我会保证你伫皇宫，互你甲你饲甲年老百岁年老，拢无问题啦。真仁慈诶！另外一件代志，咱看，迄当时咱知影伊的囝押沙龙咧追杀时阵，伊有一个元帅。叫做阿玛撒，伊是曾经对伊的囝押沙龙的一个将军。当押沙龙大卫的军队杀死了，这个将军呢，反倒投靠大卫王。大卫王伊心腹嘛真宽，伊捌一个带领军队对抗大卫王的一个元帅。如今，伊不计前嫌，我不要紧，你是安怎对付我，拢不要紧，我无甲伊计较。不过伊甲这个阿玛撒讲，我互你一个任务，就是限你3天，甲这还未过约旦河的犹太人，全部拢带转来耶路撒冷。阿玛撒伊就接到这命令了。3天后，爱甲村的犹太人带转来，无拍算。1天过，2天过，3天过，阿玛撒毋知是伊任务无完成，我都对王交代，怎无出现啊？也无交代，人怎失踪去啊？明明伊知影王互伊一个有期限的任务，伊却无完成，了解？咱看到。大卫王就吩咐伊的将军约押，讲来，这个王呢，这个君王呢，这个将军呢，阿玛撒，伊3天拢无倒来交付伊的任务交代，来，你负责去追杀伊。这个约押就甲大卫王讲一句重话啊，什么重话呢？用打这个比基利的囝示巴，要害咱比押沙龙更加上重，你着带这样萝卜来对入伊，惊了伊入着坚固的城，闪避咱。了解？这个将军伊讲了无毋对，讲这个曾经捌背叛你的。你无计较伊前所做，你互伊任务，但伊无完成，也无交代。伊你闪伊，伊若闪去到一个坚固的城你要掠伊嘛掠袂着。伊
对你的威胁比恁囝较威胁啊！你吼爱紧甲抓起来。特别王就对伊的将军阿比西讲：呀，这个示巴呢是会分裂咱的，这人歹心啊！会安那西人人，这人比恁囝较对你有威胁大，所以了解对遐知影，这句话对示巴的叛乱，甲定位着伊是个叛乱者。当然，爱紧派兵甲伊对杀，无咱就掠伊袂着。所以了解，伊在中间咱看到，这将军对王兄，特别王兄得到这个命令，就是要掠示巴。了解，咱看，这示巴对特别王来讲，是毋是一个危机？是啊。伊是一个西人的人，伊可能比因囝搁较厉害。对特别王来讲是一个危机。第二，咱看到，这个曾经捌对押沙龙的这个将军阿玛撒，伊无一个意识，伊无意识啥物？伊已经伫王的面前，伊有歹名声，伊无意识到吼，伊用点油做记号啊。等王阁互伊机会，互伊限3天假，所有犹太人拢带过约旦河，伊无意识到讲，这个任务伊要完成。所以另外再来看到，人生中间拢有拄到某一种危机啊。你有可能拄到你身体有你，我最近怪怪呢，危险！我最近敢放屎拢放有血呢，有怪怪，迄就是你身体互你一个危险的一个境界。最近我徛倒摆拢吹较凶呢，袂使袂使，这若继续吹凶呢，有一天会出事，嘛不得确。而且伫咱的信仰中间，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拢会拄到大细项危险的危机啊！包含你读册，奇怪，我以前拢数学考90分呢，怎么拢落啊剩60分？你若无危机，哈哈哈，不要紧啦，60分全班嘛安尼。你无意识到，你的程度已经开始降低啊。当你发觉哇，要联考啊，是啊，惨啊！这条也袂用，迄条也袂用，这条也看无，要考试。人看无，你要考什么试？无迄危机意识。当然，你考试你考不出好成绩，对不对？所以另外这，无论你做学生的啦，无论你的身体啊，无论你的事业啊，你拄到一个危险，拢有一个警觉性，就是你若无够硬的警醒，有时阵迄个危险就马上临到，敢毋是？所以另外这咱看到。阿玛撒，伊就无注意到伊代表对伊的危机意识，所以带来啥物？带来伊个大的危险，人开始袂信任伊啊。所以了解，做上帝囝儿，咱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听候上帝，求上帝，求啥物？求上帝，互你有智慧。以你人生做真侪决定的时阵，爱有智慧决定。所以，咱的所徛的环境，咱若无有危险的意识，有时阵咱行人生的道路会陷入一个不可挽救的结局，敢毋是？你的身体若有警觉，我最近怪怪呢，你为什么插伊啊？怪了我怪了，怪一时啊就好啊，自然就好啊，无拍算。等你拖一段时间了，袂得啦，哇去检查，哇，代志严重啊！迄身体的病情变严重啊，变麻烦啊，你了解？所以咱做任何代志拢爱安啦，危险的意识。
所以咱毋通甲求讲上帝啊，你互我祝福，我祝福，上帝是会互你祝福啊。但是你嘛爱有啊智慧去意识，你某一个阶段你是毋是拄着危险？所以我甲阮囝讲，虽然阮囝5岁尔，咱袂用连脚踏车都袂晓骑，我就开始教导伊。以后你看到大车吼，离较远的哈，为啊，我甲伊教一个危险意识，毋通离伤近，伊看袂到你啊。当阮视角看袂到你，甲你揪一个，我讲线都跑出来了，就巧伊啊，肠仔拢走出来啊，了解。咱的信用，咱的生命，咱的想法，咱有相当的意识，咱的某一个程度的危险性，咱有警觉。所以咱看大鼻王，伊派大军来镇压，要掠示巴。这约啊，为了要掠示巴，带着军队四界行，所有一些所在，因为伊毋知影示巴到底秘对，四界找。一面吹一面曲，来哦！咱咧掠示巴紧诶，你若有气力，你有能力诶，来加入咧以色列军队，咱做伙来掠即个叛乱分子，即个会讲使人诶人。哦，即个整个以色拢要掠即个示巴，所以咱看到，约押。伊就甲这整个的城甲围起来，互这示巴插翅也难飞啦。当伊来到这个城，阿比拉城的时阵，伊准备要甲示巴掠起来，知影伊秘伫遐。总是圣经讲，这阿比拉城有一个妇人人，圣经讲无写讲这个妇人人叫什么名，不过。真要紧的是，这妇人人，伊徛伫城门顶，伊甲大鼻王的将军约押讲，你要掠这示巴这人吼，约押讲对啊，这人吼真优秀，这人真歹，真会讲使人，这人对阮的大鼻王真大威胁。这妇人人虽然无讲伊的名，虽然嘛圣经嘛无讲伊叫什么名，重点来啊，伊做的什么代志？伊就甲这将军讲吼，这示巴这作乱的人，其实哦，你要掠伊，毋免了牛抬鸡用牛刀啦。你甲要为了掠这人，甲几个城弄歹，为着要掠伊，何必呢？约押讲好啊，既然你安尼讲啊，来，若假使你会当甲这示巴这人搞出来，安尼就好势。有影，这示巴若掠出来，就问题解决啦。这作乱的首领，就无度去作乱啊。伊要使人嘛，无度使人啊。自然对大鼻王的威胁就解除啊，危险就解除啊。另外这，咱看到约押就甲这个妇人人讲：来，你若会当甲这个示巴的头壳来搞出来，就代表伊巧验嘛。安尼，阮就袂弄这个城。果然，这妇人人就甲这城内底所有组织的人讲：来，咱为了要保护咱的城，咱来甲这示巴这人的人头搞出来，甲伊掠起来。这城的有组织的人拢听到这命令了，好，为着咱的城安全。甲这人掠起来，有影？示巴受掠了，头壳圣经讲啊，受斩落，去互约押。约押看到这个示巴的头壳已经去掉，代表危险解除啊！因就准备啦，班师回朝，登甲耶路撒冷。然后这咱看到。这整个事件中间咧讲到这妇人人真有智慧，对不对？伊听了约押的要求，讲好来，你毋免甲阮的城弄安尼东倒西歪，我只要负责甲这示巴掠出来，人头的交你，阮的城
危险就无去啊。有影，即个训练人做一个智慧的决定，所以了解咱看到，即个训练人，伊伫整个的动乱中间，伊做一个关键人物，伊掌握着约押互伊的这要求，所以了解咱看到，因为安尼，即个城拼免一场动乱甲流血的战争，所以有时阵咱看圣经甲伊讲，一个真要紧的假事，咱做人，咱做代志爱抓重点，讲话安怎爱讲什么重点，所以了解咱看到，当你会当抓重点，你会当抓到关键的人物，你的问题较复杂，就会解决。阿门。所以了解智慧有要紧无？有要紧啊！甲你隔壁讲智慧有要紧。所以了解，你拄到任何的危险的时阵，你甲一个关键的代志抓掉的，甲迄关键的解决啦，你的问题解决啦。你的整个的人事若有问题，你甲迄关键的人抓掉，你就解决啦。阿门。所以有时阵咱看，你带领一个组织，爱知影，即个组织内底，即个肉粽干的头是啥？你掠迄个头啊，对不对？掠起来，你问题就解决啦。所以了解咱看到，要有智慧。所以伊这经文中间记载着，大鼻王伊解决伊问题了后，安怎？伊就颁书回条。所以你看到20章的23节甲26节，当伊转来到耶路撒冷了，重新来安排伊的人事，安排伊的官员，代表整个国家的政局拢稳定落来。伊会当重新安排伊的官员的位置，或者国家继续往前行。所以了解咱看到，真正时阵咱看大卫，伊对峙逃亡。到伊转来到耶路撒冷城，咱看到啥物？一个人伊会当有智慧，一群人若有甲伊同心，甲大卫王同心，这国家就蒙祝福，这国家就蒙上帝恩典。阿门。所以咱拢需要主的智慧。阿门。所以无论你的家庭，无论你的事业，无论你家己的身体。你拢有智慧警觉任何的风吹草动，所以咱看到，这阿比拉城这非人面对你示巴对大卫王的叛变，咱看到俄的国家得到解除危险的这祝福，所以了解咱嘛爱有智慧，敢毋是？牧师要介绍一个人，这人是。咱台南新南医的创始者，嘛是创造公报社的创始者巴克勒博士，有巴克勒博士。咱台湾1895年，伊甲日本签迄个马关条约的时阵，迄阵清朝将台湾赶互送日本。迄当时呢，台湾有2个人。一个叫做唐景崧，一个叫做刘永福。因这个人，伊起造一个台湾民主国。所以台湾其实捌独立过呢。当清朝咧，甲咱当作粪扫，等候日本的时阵，迄阵台湾捌独立过。迄当时，这2个人联合台湾这个新事咧，来做一个台湾民主国。来毋望抵抗日本的统治，无拍算。这个唐景崧呢，看到日本的军队入来，伊一惊，就化妆做妇人人，逃出去台湾啦。人还未讲入来，伊先选啦。剩啥？剩刘永福。所以刘永福就对着这个唐景崧来就任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当时日本军队拢是有现代化的武器，拍入来台湾了后，南北中间，互台湾互日本军队拍甲东倒西歪。
迄阵日本的军队是南进，有一个南进司令部，准备2团的师团的兵力要进攻台南府城。这老英和咱头讲过啊，伊继唐景崧了做台湾民主国总统。当这老英和看到日本政府要攻入台南府城的时阵，伊怎啊？选啊，离开台南啊，甲台南放弃啊，无要守台南的安全。哦，迄当时台南即个新书哦。看日本人的军队要拍入来啊，就去找啥？找巴克的牧师，甲宋中坚牧师，因就去甲日本的将军叫乃木希典去求和。这2个牧师伫10月20迄一天，19个人该保护下面，这2个牧师摕到台南的府城的新书所联名写的委托书，互巴克的牧师甲即个宋牧师呢，带着联名即个册呢，去找即个乃木希典即个将军。即个2个牧师呢，要去找日本军的时候，你知影过去拢坐桥嘛？哇，无半个人敢扛桥去找日本军啊！因要坐桥，无人敢扛啦，因为知影日本军太凶的啦，武力太强的啦，今日有去不转来啦，无人敢家扛桥。这2个牧师啊啦，拼命去用舞台啦。这2个牧师啦，一边摕英国国旗，一边创啊唱圣诗啦，哪叫圣诗，哪吟圣诗，哪摕英国国旗去找日本将军啊，行几啊公里。到10月2日，巴克的牧师一群人，这两个牧师到日本的军营遐，就是怎啊二战巷溪啦，台南二战巷溪创啊，去见日本的这个将军。巴克的牧师就甲台南新书联名所写的批呢，交这个将军。巴克牧师讲来。这拢是台南府城新书所写的联名，毋茫吼，咱日本军来入台南府城的时阵吼，毋通屠杀无辜的百姓。这将军乃木希典看到这新书写的批，就甲好甲这2个牧师讲好，阮日本军入台南府城，阮袂杀半个人。有影，照因所讲所行。台南府城伫1897年的时阵，巴克的牧师甲宋中坚牧师，因日本军来入来府城，后来日本天皇佮颁予伊勋章。台南市的百姓送伊一个礼物，表示敬意。所以另外较济咱知，一个有智慧的人，伊会做正确的判断，做问题的解决。阿门。所以另外这智慧的解决选择真要紧。阿门。最后牧师要讲，智慧甲聪明差伫对啊？咱唔共款，无聪明要有智慧，无共款哦。我讲一个故事，一个砖头带着一个真少年的、真聪明的少年人，伊的学习能力嘛真强，伊的知识嘛真好，所以砖仔头的人拢甲伊来请教问题。共款，同砖仔头的人有一个老人，伊话无济，但伊做代志真谨慎。所以咱看到这老人虽然知识无这少年人较丰富，不过伊做代志、决定代志拢真谨慎。有一天，这少年人要互这老大人知影伊的厉害啊，证明我比你较巧。这少年人就做一个陷阱，什么陷阱？这少年人就抓一只鸟，手抓一只鸟啊，要有计划问这老人，要问这老人什么呢？讲来，我问你，
我手中的这只鸟啊，是死的还是活的？那告诉这老大人，伊回答是活的，伊就偷偷甲这只鸟啊定下死。那告诉这老人讲，这只鸟啊是活的，啊，伊也讲这只鸟是死的，伊就甲手一放，鸟就飞去。所以伊掠着伊巧，无论这老人回答啥物，拢会犯错。这个少年人讲：“我任何你回答啥，我拢赢过你，来证明伊家己巧。”这少年人来到人的面前，有影问讲：“哎，我问你，我手中这鸟啊是死的啊活的？”这老大人听到伊的问题了，啊，沉一下，想一下。你想这老大人安怎？那是你你是这老大人，你会安怎？你看这，咱看到这老大人用智慧讲，这个鸟仔伫你手中，你要决定伊生与死，拢伫你的手中。在你的决定，所以这老大人伊并无陷入这少年人落的一个陷阱的问题。弟兄姊妹，这老大人早就看出伊的意图是啥物，伊用智慧来破解伊的陷阱。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聪明？这个少年伊掠做聪明。伊掠做伊用伊知识甲伊的能力来设一个问题的陷阱，来证明伊家己的聪明。就是伊要等于伊家己的教，伊毋茫通过伊的教，伊的胜利来得到人的恶乐。就是咱看到，这个聪明呢，伊虽然伊真有知识，真有能力，就是背后带着啥物？带着骄傲，带着自负，带着算计，所以然后再来看到，聪明无一定显示内心的成熟甲道德的深度。总是颠倒边讲，一个有智慧的老大人，伊毋是真快速回答这个少年人的问题，伊安尼沉一下，想一下，来观察这个少年人伊的意图的时阵。伊智慧常常伫代志本身理解，看到更较大的未来。所以有智慧的人，伊是啊，伊会看前看后，看整个局面来做正确的判断。所以然后这咱看到圣经中甲咱讲的聪明甲智慧的看法，智慧互看做比聪明较关键。智慧是对上帝敬畏，对生命本身深度的理解。所以箴言第9章第10节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捌这个圣者就是聪明。所以圣经甲咱讲，真正智慧是对倒来，对敬畏上帝遐来。所以智慧毋那是挖靠头壳、甲知识以及能力，嘛是爱有一个谦卑的心。去超做上帝旨意，所以雅各书第3章第17节来讲，独独对顶面的智慧，一是清洁，又是和平、温柔、好参详，有怜悯，甲好果子满满，无偏袒，无假好。这是甲咱讲的智慧。所以咱看到箴言嘛咧甲咱警告咱，莫掠家己聪明。因为这个聪明会互咱骄傲，会互咱绊倒。所以箴言第3章咧甲咱讲，提醒咱，毋通看家己做智慧，着敬畏耶和华，离开歹事。所以人常常安那倚靠家己的聪明，忽略着对上帝倚靠，最后陷落伫陷阱中间。所以咱的生活中间常常安那要做选择的时阵，
咱毋通挖靠家己智慧来面对问题，咱还常常谦卑去找出智慧。阿门。所以面对家庭，面对工课，面对信仰，你发现，咱拢要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敬畏上帝。亲爱兄姊妹，这个故事甲你讲，聪明虽然为伊记得，但智慧是比聪明更较悬的美德。当咱面对人生的抉择、危机、危险的时，你发现，咱要有做智慧的人，毋通独独靠家己的能力甲知识，咱来倚靠上帝带领甲启示。所以《以雅各书》第1章第5节，咱做一个结尾。你若有圣经，咱再来读这节来做结束。《以雅各书》第1章第5节，你若有圣经，咱来献。圣经来讲，恁中间若有人欠智慧的，就对迄个白白互正人，也无嫌人的上帝，祈求就要互你。所以，另外这圣经中，恁中间若有欠缺智慧的，就对迄个白白互正人的，也无嫌人的上帝，求伊就要互你。愿上帝帮助咱，咱面对任何的危机时，咱有危机意识，咱茫戆拄拄，有问题征兆的时阵，咱拢毋知影是警觉。直到问题严重时，咱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危险。互咱有智慧，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始。毋茫咱拢真少有敬畏上帝的人，互咱得到智慧，互咱得到上智慧的判断甲选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阮人生中间，无论阮的健康，无论阮的事业，无论阮的工课，也是阮的学业，主，阮不时刻拢会拄到危险的事，拢陷落伫危险的时刻。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无倚靠家己的聪明，乃是倚靠赏赐人智慧的上帝，互阮会通倚靠主，会通清清明白上帝，你是阮生命的主，互阮明白上帝你伫阮生命有美好的旨意，互阮以对敬畏上帝的中间，对着上帝的启示，领受上帝的帮助，互阮做有正确的选择，才做智慧的人，毋若因公主，佫会人造就人。互咱永成一人，愿主你使阮带领阮，愿主面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回应诗589首，亲爱主，牵我手，请咱起立吟全首。咱即时
请咱起立功德。咱只是来为了咱家己，就像咱头仔听到牧师所分享的，无得挖靠家己的聪明甲能力，独独谦卑来到主面前，挖靠上帝。上帝互人有启示，互咱做智慧的判断甲选择。咱求主帮助，互咱时刻读圣经。我头仔落来时，有一个感动讲，要有智慧，若无读圣经，要知影敬畏上帝，对不对？所以常常要勉励家己读圣经。只有读圣经，祈祷中间，互你的关系甲上帝关系愈近，互你对上帝领受敬畏，互你对上帝有敬畏，你就有智慧。所以咱要读圣经，毋是干做礼拜，爱常常读圣经。头我落来一时间，互人有信心感觉，你若无讲读圣经，对吼？对啊，这你要有智慧，爱常常读圣经。这时阵牧师要鼓励咱，也记咱双手。你为了咱家己讲，主啊，你帮助我。过去我无常常去读圣经，主你互我对答开始立志，一礼拜读3天也好，读4天也好，读5天也好，上好读1天啊。互我常常读上帝话。搁来咱为着咱10月初6下礼拜，咱要有福长的车派，咱要一个福音的报道，求主帮助，互咱每一个福长拢有智慧，带领团队来讲适合的话，互这个无信的兄弟姊妹得到救恩。咱只是喊3声主来祈祷。哦，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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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恳求你施恩带领，主你帮助我。主啊，我常常来读上帝主你的话。主，阮会知影，只有上帝你的话，才做阮智慧的源头。只有阮谦卑是上帝面前，阮敬畏主，阮才能对主你啊得到智慧。只有阮谦卑降服对上帝你的权柄、你的话语中间，阮会才能领受上帝主你的价值。主啊，你帮助阮，阮个主，主啊，阮无掠家己的聪明甲能力做欢喜，做偏颇。互阮独独来谦卑我家己，主你成做阮的帮助，互阮常常来读圣经。主啊，过去阮也无习惯读圣经，主你互阮能力，互阮对这点开始，阮的愿意常常伫上帝你的话来亲做、来研究、来研读，互阮对上帝领受智慧能力。主，阮也为着阮10月初6，阮的福长会车派，愿上帝你施恩带领，互阮会当通过阮的团队。福长会车派，团队的服侍，阮同心来谦卑来恳求上帝。主，你互阮有能力，若互阮有能力，阮较有敬畏上帝的心，互阮有谦卑降服伫上帝的面前。主，你就成做阮的帮助，互阮团队我靠主得到大开力，讲合意的话，互阮遮的兄姊妹拢得到智慧，因着遮的迷信的兄姊妹听起救恩，得到救恩。互主你的百姓伫你得到救恩，愿上帝你先带领帮助阮，主你带领阮，互阮的服侍主面前诚做你所欢喜的，恳求你施恩带领听我祈祷，施恩听我上帝，主啊，愿对大鼻王，即个对刀王到伫伊定心倒来到耶路撒冷来执政伊的王国的事，主我看去。伊每一个时阵拢拄着危险的事，总是上帝，你互大鼻王会当谦卑，降服伫主的权柄下面。主你带领伊每时刻，互伊难关拢会当顺利通过。主啊，你帮助阮，互阮常常愿意读圣经。欠在过去阮无读圣经的习惯，主你互阮这点，阮立志。无论一礼拜读2天也好，3天也好，5天也好，主啊，互阮对一个开始读圣经的开始，阮领受上帝你的话语的启示，互阮诚做明白上帝你的价值，互阮会当降服上帝你的话语，诚做谦卑的人。阮做任何决定拢有智慧，主你帮助阮，因为阮人生路途中间，阮有智慧来解决阮的危机，互阮以主面前得主你欢喜。阮也为着后礼拜，阮要车派福长来祈祷。愿主你帮助阮的团队，会当挖靠上帝你的气力甲智慧能力，来
带领团队讲合意的话，或者无信的兄姊妹，因为阮的见证，因为阮的引传得到上帝主你的救恩，互因的生命有重新的开始，有祝福的开始。愿上帝你带领阮，带领阮友商教会，以主面前一切的领受，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兄弟请坐，这是咱用感恩的心备办礼物来奉献，请执事来服侍。奉献的诗。主爱的上帝，阮感谢你。阮知影，阮所有的拢对你遐来，包括阮的一切财产甲性命。阮愿意将阮的收入的1/10甲所超过的金额归互你，互上帝加有量。求你同时阁赐互阮的教会有聪明甲智慧去运用伫你的事工上，互教会被造就，福音会当兴旺。恳求主嘛加倍赐福阮每一个人。阮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祝福找欠，圣诗397首。祝祷，请安牧师。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祝福。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伸手。愿全你上帝、爸、子、圣神恩典掉恁顶面，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